他问一下，隔壁有人抽吗？冇，你做咧抽鸦片。安子说。嗨，我按到陈雅琪，迄个雅琪就做对咧。啊，我喊做总比赛，你做咧係我比賽。比赛，我刚好有看到呀，还对你下呢。有呀冇呀？也係我阿公自家做嘅，我當中醫。真嘅哦，我爸每位做职业的、起落的，还有跳绳的哦。很強哦，我就留我老太喺公園吊公公嘅，冇想到你有按到做得到。假設你想去教嘅話，我每做都帶過去本教哦。好啊，你做得幾半日啦？今年去教乜嘅？你是教過起落的嘛？我冇教過起落嘅，唔過我哋做得似可難。我老太是教過分家拉飯嘅，佢當中醫我哋做得強下教。好啊，嘅我變好這年下就帶過去。唔過，有冇卡會動嘢嘛？唔愛，行路10分鐘就到誒。好，嘅我變好就這年下就帶過去。我打電話人我未講，叫你愛去朋友屋卡了。好啊好啊，嘅我做屋卡咩人我未講，有朋友來我屋卡了。哇！看到雅琪老飛山，佢條按腳就收到起來，真係非常嘅歡喜呢。像我自家呢，咪係同中醫分享，咪看到係劇情啊當中，佢條2-3人呢，咪同好分享錯冇啊。其實根本嘅呢，你就係教大家用辦來去邀請好朋友，韓國講到頭擺嘅遊戲，也條客家詞彙，又係用辦來念呢。我相信教你大家也條呢，聽錯又會想到頭擺，你都同好不下同到嘅回憶哦，佢一下就講下來認識也條嘅詞彙咯。今日呢，我講下學習嘅呢，其實有同到好了嘅東西哦。第一呢，就係呀。風箏，風箏嘅客家話用辦講呢，就係自由嘅，自由嘅。唔知大家有教過自由嘅冇啊？我記得咯，也自由嘅嘅由嘅音，有也 EU 的音，較難啲嘅。故說，你個發一擺咯，自由嘅。冇唔錯，佢呀自由嘅呢，其實就會講呀頭擺嘅。風箏都是用紙做的風箏，給腰尾呢就會想到呀腰婆，就是老鷹的意思。故說呀自腰尾就會呀風箏，自腰尾。給三下隊呢，我教大家懂到神奇好料嘅東西，我相信呀大家聽錯有教過，就係跳繩嘅，跳繩，就係跳繩。跳繩嘅，跳繩嘅，當好哦。一繩嘅呢，嘅意思就係繩子的意思。嘅頭擺就會講跳繩子、跳繩嘅，故說就係跳繩、跳繩嘅。接下來呢，我教大家就係也記誒，兩下就講下來念哦。我爸爸也會做風箏。陀螺還有跳繩，我爸咪會做自由嘅、起落嘅，還有跳繩嘅。我爸咪會做自由嘅、起落嘅，還有跳繩嘅。當好哦，佢接下來呢，我講下嚟念嘅呢，也咪當好了，當好教，我自家當中意啦。一下就會教大家，就係盪秋千、吊公公嘅、吊公公嘅，也係白絲眼強，當然沒有藍絲眼強。我用辦講呢，就係吊公公、吊公公，就係爭一紮冇呀嘅音聽聽。故說呀，吊公公誒，然後吊公公都做得咯，都係呀絲眼強。佢接下來呢，我老大家講下來教嘅呢，就係呀記嘢，我用辦來念呢，就係我只和弟弟在公園盪秋千，我就老老太喺公園吊公公誒，我就老老太
伫公园钓公公诶。哇！而最后老马莎来乡下钓公公诶呢，像我记得细个时节啊，我就会老爱阿姊乡下伫公园钓公公诶哦。钓公公诶就是荡秋千嘅意思。佢生下来爱教大家咩係当好教嘅游戏，我相信大朋友小朋友听出当中意哦，就是陀螺、棘龙诶、棘龙诶。哇，听讲呀棘龙诶啊，呀棘龙其实就係呀陀螺呀，按用笑出去嘅聲音吼，故所呢呀陀螺就係棘龍诶。對我來講啊，我知道呀棘龍嘅其實當難呢，唔知大家會棘龍嘅冇啊？佢生下來愛教大家咩係呀記憶句子。你有玩過陀螺嗎？唔識教過棘龍嘅冇？唔識教過棘龍嘅冇？唔識教過棘龍嘅冇啊？哇！我相信當多好朋友聽錯有教過棘龍嘅哦。佢生下來愛教大家呢，係捱細嘅時節，哇！咩當中意教嘅遊戲就係扮家家酒、分咖喱飯呢，分咖喱飯呢，還有男士英強哦，教咖喱飯呢，教咖喱飯呢，也就係扮家家酒嘅客家話。佢生下來咪愛教大家一條嘅記憶哦。我弟弟有玩過扮家家酒，客家話愛用辦講呢？我老太識教過分咖喱飯呢？我老太識教過分咖喱飯呢？未有教過分咖喱飯呢冇啊？哇！想到頭擺嘅分咖喱飯呢，大家聽錯動有創意錯冇？佢生下來呢，其實當然愛教遊戲，朋友鄉下來教，鄉下分享，當然係我較歡喜到嘅啊！佢生下來就愛教，佢愛用辦嚟邀請好朋友呢，就愛打電話邀請佢了。故說生下來愛教大家就係呀，打電話、打天花。打天花，冇錯，就係打電話嘅客家話了。嘅根本嘅呢，咩愛教大家，就係最重要嘅詞彙，就係朋友、朋友、朋友。你有咁多朋友冇啊？嘅呢，你老爺打電話跟朋友打天花。然後朋友鄉下釣起來，變做野雞耶，鄉下來學習一下哦。我打電話跟媽媽說，今天要去朋友家玩。我打天花，老阿妹講，今日愛去朋友屋下了。我打天花，老阿妹講，今日愛去朋友屋下了。哇！大家都好為了一條詞彙冇啊！其實呢，當多嘅遊戲都當好教，當然客家話當中咩非常嘅神奇。唔過想問大家，唔知有按樣嘅經驗冇？第一開始啊，老上分朋友愛做朋友嘅時節，也過程當中，愛用辦來去認識。用辦來去打嘴鼓呢，尤其呢時間久了以後，也過程啊，愛用辦來去交朋友。但是我相信啊，請愛勇敢企出第一步，其實呢交朋友唔會太難哦。但是講到呀交朋友嘅話題，其實有當多，像係呢愛小嘅自家嘅專長，去問大家，你根本嘅做嘅衫褲當正誒，你根本嘅做嘅衫褲，看起來當好看，係去哪邊買誒？你中意乜嘅色啊？也條啊，其實都係交朋友嘅一條嘅話題哦。希望大家咪做得呢，喺下一段嘅劇情當中來看一下，嘅雅琪會讀到哪一條嘅嘢，幾條兩山呢係用版縮錄起來嘅呢，也係就共下來看一下，幾條會發生哪條嘅事情咯。